你係唔係亦咁樣？每日嘅早餐總少唔到一粒蛋，可能係一粒金黃誘人嘅荷包蛋，亦可能係一粒水煮蛋，配上一杯熱牛奶或者夾進三明治裏。我哋食咗大半世，一直以為呢個係再正常不過嘅食法。可係各位朋友，請仔細聽好跟住落嚟嘅內容，你知道嗎？呢粒每日陪伴你嘅雞蛋，呢個喺我哋心中近乎完美、平價又營養嘅食材，如果吃法唔啱，佢可能就唔係延年益壽嘅補品，反而會悄悄傷害你嘅肝臟，磨損腸胃，成為健康嘅隱形殺手。唔好擔心，今日呢一支影片並唔係要你從此唔食雞蛋，恰恰相反，係要幫你徹底弄懂如何正確地食，把雞蛋嘅營養價值發揮得淋漓盡致。我將為你揭露3種好多人，特別係同我哋同齡嘅長輩們，每日都喺度犯嘅關鍵性錯誤食法，並教你如何避開呢啲地雷，真正吃出健康，吃出長壽。喺進入主題前，如果你關心自己同家人嘅健康，請先點擊訂閱並開啟通知。如果你亦都感同身受，歡迎喺留言區輸入1。若你亦都受相關疾病困擾，請留言，我會盡力回覆你嘅問題。好，直接進入第一個，亦都係最普遍嘅迷思。有句説話大家都聽過：一日一粒蛋，醫生遠離我。聽起嚟好有道理，係嘛？好多朋友，尤其注重養生嘅長者，幾乎把呢句説話奉為健康準則，每日必食一粒蛋，甚至2粒，覺得咁樣先至能夠補足營養。可係一個奇怪嘅現象出現咗，我身邊有位黃伯伯，今年68歲，身體一直好硬朗。自從退休之後，特別注重養生，每日晨練，飲食清淡，而且一日一粒水煮蛋，雷打不動。佢常講呢個係喺度為自己嘅健康儲蓄。結果舊年公司替退休員工做健檢，報告一出嚟，黃伯伯傻眼啦。佢嘅肝功能指數，亦即係我哋常講嘅轉氨酶 AST，雙雙亮起紅燈，數值比年輕人熬夜飲酒嘅仲高。佢百思不得其解，自己不煙不酒，作息有序，點肝臟會出問題？林強醫生詳細詢問佢嘅飲食習慣後，一語道破關鍵：伯伯，問題可能就出喺你每日堅持吃嘅呢粒營養蛋上。呢到底點回事？難道雞蛋唔係好嘢咩？各位請注意，問題唔喺雞蛋本身，雞蛋絕對係好食材，富含優質蛋白質。真正嘅問題喺2個關鍵點，第一係量，第二係我哋身體嘅變化。點講呢？我哋必須承認一個事實，隨住年紀增長，身體就好似一部運轉數十年嘅老機器，各個零件都會自然老化磨損。其中，身體裏最重要嘅2大化工廠與過濾器，肝臟同埋腎臟，佢哋嘅功能與代謝效率比唔上年輕時候。你可以將食進去嘅蛋白質想像成一批原料進入身體呢座大工廠。肝臟呢個加工廠負責把蛋白質原料分解處理，喺處理過程中會產生一種對身體有毒嘅副產品，叫做胺。跟住肝臟會盡快把呢個有毒嘅胺轉化為相對無毒嘅尿素，最後交俾腎臟呢個過濾器，透過尿液排出體外。呢個係一個相當精密而完善嘅流程。但係如果送進嚟嘅原料亦即係蛋白質太多呢？呢座老舊嘅加工廠就被迫超負荷運轉，機器成日轟隆作響，員工亦即係肝細胞全年無休咁加班，久而久之自然會勞損出問題。嗰啲嚟不切處理嘅有毒胺就會喺血液中堆積，不僅傷害大腦，更加會直接造成肝細胞損傷。於是健檢報告上嘅轉氨酶指數就爆表啦。呢個絕非危言聳聽。日本近年嘅醫學研究發現，針對中老年族群嘅長期追蹤顯示，
每日蛋白質總攝取量與肝功能指標異常嘅發生機率呈現明顯正相關。講白咗，食得越多，肝臟出問題嘅風險越高。咁我哋到底該食幾多先至恰當？請記住呢個黃金準則，對於大多數日常活動量唔高嘅銀髮族朋友而言，一日一粒雞蛋係蛋白質攝取嘅上限，唔係基本標準。當然，呢個一粒不是死規定，關鍵在於學會睇一整年嘅蛋白質總量。比如今日中午吃咗一大塊魚，或者夜晚多吃咗幾塊豆腐，呢啲都係優質蛋白質。咁今日嘅雞蛋份額就已經被佔用，你可以選擇唔吃，或者吃半粒。更科學、更安全嘅做法係別死守天天一粒，而把目標調整為每週5到6粒雞蛋。如此一來，你就有更大嘅彈性去搭配其他蛋白質食物，既能確保營養多元，又唔會讓肝臟過勞。當然，凡事皆有例外。如果你啱啱做完大手術或者大病初癒，身體急需大量蛋白質嚟修復組織，又或者好似專業運動員咁樣，每日有大量體力消耗，咁喺醫師或者營養師嘅指導下，一日食2到3粒雞蛋係完全可以嘅。但係對於絕大多數人嚟講，請務必記住，適量先至係對身體最深沉嘅關愛，唔好盲目追求多，有時候反而係真正嘅健康智慧。講完量嘅問題，再傾傾食法。你係咪覺得嗰種蛋黃尚未完全凝固，呈現橘紅膏狀嘅溏心蛋，口感滑嫩，最適合牙口唔太好嘅長輩？講實話，呢個好可能係一種最溫柔卻最隱蔽嘅傷害。廚房裏邊就藏住2個我哋習以為常，卻可能對健康造成巨大威脅嘅隱形殺手。第一係溏心蛋，第二係隔夜蛋。先講溏心蛋，點解好多美食家推崇佢？因為佢確實美味，但美味背後嘅代價可能超乎你嘅想像。呢個代價就叫沙門氏菌。呢個係一種非常頑固嘅細菌，可能藏喺雞蛋內部，尤其係蛋黃裏，我哋肉眼根本睇唔見。一旦感染，輕則上吐下瀉、腹部劇痛、發高燒、折騰好幾日；重則對於年紀較長、免疫力相對較弱嘅人群，細菌可能侵入血液，引發敗血症、腦膜炎等致命併發症。每年全球都有唔少因沙門氏菌感染而住院甚至喪命嘅案例，絕對不能掉以輕心。有研究指出，要徹底殺滅沙門氏菌，雞蛋嘅中心溫度，亦即係蛋黃溫度，必須加熱到70攝氏度以上，並持續數分鐘。而我哋追求嘅溏心狀態，蛋黃溫度往往只有50到60攝氏度。根本不足以消滅所有細菌。你每一次享受嗰種滑嫩口感，其實都好似係玩緊一場健康上嘅俄羅斯輪盤。咁難道就此與溏心蛋告別咩？亦都未必。科技進步，市場上已有巴氏殺菌蛋可生食級雞蛋嘅產品。呢一類雞蛋喺出廠前經過嚴格嘅低溫加熱殺菌處理，已經把沙門氏菌風險降到最低。如果你格外鍾愛溏心蛋嘅口感，務必選購呢種有明確標示嘅雞蛋，用呢種蛋煮5到7分鐘，享受半凝固蛋黃嘅美味，會相對安全。但係若果係菜市場常見嘅普通散裝蛋，拜託一定要徹底煮熟。跟住談第2個殺手隔夜蛋。節儉係我哋呢代人刻喺骨子裏邊嘅美德，食唔完嘅菜肴放進冰箱，隔日再食，太正常啦。呢個確實係從苦日子慳翻落嚟嘅習慣。但係朋友們，呢個美德用喺雞蛋上得特別當心。好多人以為雞蛋煮熟之後放冰箱就好安全，冇錯，低溫確實能夠延緩細菌滋生，但係並唔能夠完全阻止。一粒熟蛋，即便放喺冰箱裏邊，時間一lâu，仍可能成為細菌嘅溫床。
不過呢個仲唔係最關鍵，真正嘅問題出喺二次加熱。你係點加熱隔夜蛋嘅？係唔係圖方便，直接丟進微波爐叮1分鐘？呢個動作可能喺度嚴重傷害你嘅腸胃。微波加熱不均會讓雞蛋中嘅蛋白質分子過度捲曲緊縮，就好似一塊上好嘅牛排烤過頭，變得又乾又柴。我哋嘅腸胃要消化呢種過度變性嘅蛋白質，就會好食力，甚至引發胃脹、胃痛、消化不良。長期如此，等於不斷磨損並刺激本就脆弱嘅腸胃黏膜。咁隔夜嘅熟雞蛋到底能唔能夠食？能，但有2個前提。第一，儲存時間，無論帶殼或已去殼，建議喺24小時內食完，最好唔好超過48小時。第二，加熱方式，請記住嚴禁使用微波爐，最好嘅方式係將佢放進碗裏，用電鍋或者炒鍋隔水蒸熱。呢種溫和加熱能夠最大程度保留雞蛋嘅營養，亦都讓蛋白質維持對腸胃更友善嘅狀態。一個源於口感嘅偏好，另一個出於節儉嘅習慣。呢2個最常見嘅生活細節背後，卻隱藏住不少風險。從今日起，為咗你嘅健康，務必做出改變。好，我哋避開咗過量嘅陷阱，亦都識得點樣安全處理雞蛋啦。但你知道嗎？就算雞蛋本身冇問題，如果食嘅時間同搭配唔啱，同樣會出大狀況。想像一個非常普遍嘅情景，早上趕時間或冇胃口，好多長輩會覺得飲1碗蛋花湯或直接食1粒水煮蛋簡單、快速，仲有營養。你係咪都咁認為？空腹吃雞蛋睇起來似係最有效率嘅營養補充方式，但其實呢個係對優質蛋白質嘅最大浪費，亦可能對身體埋下隱患。點解？身體就好似一架高級轎車，早晨起身經過一夜消耗，油箱已經接近見底，你需要先加最基本嘅汽油，讓引擎順利啟動。呢個汽油就係碳水化合物，例如1碗小米粥、1片全麥麵包、幾口燕麥片。當你食咗呢啲主食後，腸胃開始運轉，胃酸同各種消化酶被充分激活，整個消化系統預熱完畢。呢個時候再把雞蛋呢一份高級燃料加入去，佢先至能夠被精準分解並運送到身體需要修復與建構嘅地方，比如修復肌肉、製造抗體等。但係如果喺空腹腸胃未醒來時就直接掉進1粒雞蛋，會發生咩嘢？身體會話：我而家急需能量啟動1日嘅活動，顧唔到咁多啦。於是呢份寶貴嘅蛋白質就被當作一般燃料，呼地一下直接燒掉嚟提供熱量。呢個唔單止造成巨大嘅營養浪費，更糟嘅係蛋白質被當能量燃燒嘅過程會產生更多含氮廢物。又返到我哋第1章提到嘅問題，平白增加肝臟與腎臟嘅代謝負擔。所以請記住一個非常重要嘅早餐漸進進食法。早上起身先飲一杯溫開水暖胃，然後食啲容易消化嘅主食，比如半碗稀飯或者1片全麥吐司，俾消化系統一個開機信號。過個10來分鐘，再食嗰粒營養滿分嘅雞蛋。呢個小小嘅順序改變，就能夠讓雞蛋嘅營養利用率提升好幾倍。講完順序，再談搭檔。坊間流傳好多關於雞蛋嘅禁忌組合，最出名嘅係雞蛋唔能夠同豆漿一齊食，會相克中毒。呢句説話講對咗一半，亦都講錯咗一半。話佢錯係因為雞蛋同埋豆漿一齊食，絕對唔會中毒，更唔存在相克。佢哋都係非常優質嘅營養來源。咁點解又話佢啱咗一半？因為如果你嘅豆漿冇徹底煮沸，確實會出問題。關鍵在於一種叫胰蛋白酶抑制劑嘅成分，佢天然存在於生豆漿中，
而我哋嘅身體啱好需要胰蛋白酶嚟消化吸收雞蛋裡面嘅蛋白質。所以如果飲咗冇煮熟嘅豆漿，其中嘅抑制劑就會出嚟搗亂，讓身體冇辦法好好消化雞蛋。結果就係蛋白質吸收唔到，仲可能引起腹脹、腹瀉。點算？非常簡單，只要將豆漿完全煮沸，加熱到100攝氏度並持續滾沸5分鐘以上，呢個胰蛋白酶抑制劑就會被徹底破壞，失去活性。此時豆漿就成咗雞蛋最完美嘅搭檔。結論係乜嘢？如果你喺屋企用豆漿機打豆漿，務必確保完全滾沸。如果買外面早餐店嘅豆漿，亦都要確認係滾燙嘅。至於便利商店販售嘅包裝豆漿，因為已經經過嚴格嘅工業化高溫滅菌，所以係安全嘅。你可以放心同雞蛋同享，吃對順序，選對搭檔，先至能夠讓呢粒小小嘅雞蛋發揮100%嘅能量。講到呢度，我相信一定有人心裏邊犯地庫。你講咗咁多吃雞蛋嘅好處與方法，但係最關鍵嘅問題仲未解決啦。嗰個蛋黃膽固醇咁高，一粒差唔多200毫克，食落去真係唔會俾血管堵住，引發中風同心臟病咩？呢個問題可以話困擾咗我哋好幾代人。好多人為咗健康，吃雞蛋時都忍痛把最香濃、最營養嘅蛋黃掉掉，只吃蛋白。其實呢個真係極大嘅誤解與浪費。今日我哋就要為蛋黃做一次徹底嘅平反。首先，俾你一個權威且定心嘅結論：早喺2015年，被視為全球營養學界風向標嘅美國膳食指南喺最新版本中做出里程碑式修訂，正式取消對膳食膽固醇攝取上限嘅建議。簡單嚟講，官方認為再亦都唔需要限制每日從食物中攝入幾多膽固醇。點解會有咁大嘅轉變？因為經過幾十年嘅大量研究，專家們終於發現核心事實：我哋血液中嘅膽固醇水平主要唔係由食嚟決定。人體內約80%嘅膽固醇都係由自身肝臟合成，只有大約20%嚟自食物。身體係個非常聰明嘅系統，當你從食物攝入嘅膽固醇增加，肝臟就會減少合成。反之，如果你食得特別清淡，肝臟會多合成一啲嚟補足。因此，想單靠唔食蛋黃嚟降低血中膽固醇，效果非常有限。真正需要警惕嘅係嗰啲人造反式脂肪，如糕點、油炸物，同過量嘅飽和脂肪，如肥肉、動物油，咁先至係導致心血管疾病嘅主因。更有意思嘅係，蛋黃唔單止唔係壞人，佢仲藏住對抗膽固醇嘅秘密武器——卵磷脂。卵磷脂係一種相當神奇嘅物質，你可以將佢想像成血管嘅清道夫乳化劑，能夠把又大又黏嘅膽固醇粒粒分解成更細小嘅懸浮粒粒，使其不易沉積喺血管壁上，反而能夠順利代謝掉。所以你食下蛋黃，雖然攝入咗膽固醇，但同時亦攝入咗幫助膽固醇代謝嘅卵磷脂。大自然嘅設計就係如此巧妙。除此之外，蛋黃仲富含維生素 A、D、E、K 以及對眼睛非常重要嘅葉黃素、玉米黃素，呢啲喺蛋白裏邊係冇嘅。因此結論非常清楚，對絕大多數健康嘅人嚟講，吃整粒雞蛋既安全又能把營養最大化。唔好再掉蛋黃啦，咁可係雞蛋一半以上嘅精華。當然，前面所有建議都係針對大多數健康人群。健康管理最忌一刀切，每個人身體狀況都唔同，所以喺食雞蛋呢件事上，亦需要一啲個人化嘅智慧。有幾類特殊族群需要特別留意。第一類係已經明確診斷有腎臟功能不全嘅朋友。就好似前面提到嘅，蛋白質代謝會俾腎臟帶嚟負擔，令嘅過濾器已經有啲勞損，
因此必須嚴格控制蛋白質總攝入量。至於能唔能夠食雞蛋，以及能夠食幾多，請務必諮詢你嘅主治醫師或者營養師，千祈唔好自作主張。第二類係做過膽囊切除手術嘅朋友。膽囊係儲存並濃縮膽汁嘅器官，而膽汁對消化脂肪極其重要。蛋黃含有一定脂肪，切除膽囊後，消化能力會受影響，所以喺食蛋黃嘅時候要格外小心。可能改食蛋白會更安全，具體點食，仍請依專業建議。第三類係血脂報告上膽固醇指數已嚴重超標嘅朋友。雖話食物膽固醇影響唔大，但對於已處於高風險狀態嘅人仍需謹慎，可以考慮降低蛋黃嘅攝取頻率，比如每週吃2到3次蛋黃，其他時間以蛋白為主。咁對健康嘅我哋嚟講，有冇更科學嘅黃金餐盤搭配模式？當然有。營養學嘅核心永遠係均衡與多元，唔好將所有嘅寶全壓喺雞蛋上。我為你推薦一個簡單嘅蛋白質配比參考：早餐嚟1粒今日學會正確烹調與搭配嘅雞蛋；午餐食1份大約自己手掌心大細嘅魚肉，約40克；晚餐可以嚟半塊到1塊豆腐，或者飲一杯豆漿，補充植物性蛋白。咁樣嘅組合涵蓋動物蛋白與植物蛋白，營養素可互補。既能滿足身體需求，又唔會俾任何器官承擔過度負擔，呢個先至係可持續、聰明嘅健康飲食之道。最後，我強烈建議大家養成定期健康檢查嘅習慣，並學會睇懂自己嘅健檢報告，特別係肝功能嘅 AST 與 ALT 兩個指標，佢哋係肝臟健康嘅警報器。透過定期監測，你就能夠清楚知道自己最近嘅飲食與生活方式到底對唔啱。好啦，朋友們，今日我哋傾咗好多關於雞蛋嘅話題，從過量嘅風險到溏心蛋、隔夜蛋嘅危機，再到進食順序、食物搭配與膽固醇嘅迷思。我希望你明白呢支影片嘅目的，絕唔係要將你嚇得從此唔敢食雞蛋，恰恰相反，係要話俾你聽，真係上天賜予我哋物美價廉且營養全面嘅珍寶之一。關鍵在於用智慧解鎖佢嘅全部益處，而唔係沿襲錯誤多年嘅習慣，把佢變成身體嘅負擔。知識就係力量，尤其喺健康呢一件事上。一個微小嘅改變，比如把溏心蛋改成全熟蛋，把空腹食蛋嘅順序調整一下，就能夠為你嘅健康帶嚟巨大嘅正面效益。從聽日嘅第一頓早餐開始，就嘗試做出呢個小小嘅改變吧。每一次正確嘅選擇，都係喺度為我哋嘅健康與長壽多存一分最寶貴嘅本錢。希望今日嘅分享能夠幫助到你同你所愛嘅人。如果你覺得有收穫，請俾我哋一個讚，並將呢支影片分享俾身邊關心健康嘅親朋好友。特別係嗰啲每日堅持俾孩子、俾孫做溏心蛋或者荷包蛋嘅家人，一定要俾佢哋睇下。請訂閱我哋嘅頻道並開啟旁邊嘅小鈴鐺，咁樣就唔會錯過任何能夠讓你更健康、更快樂嘅知識啦。祝大家身體健康，食媽媽香。我哋下次見，林強醫生。